请继续来看这个行政院通过中高龄者甲高龄者就业促进法的草案，这是来打破着劳基法65岁爱退休的规范。打来，头家人会当甲65岁以上的高龄劳工来签定期契约，嘛开放65岁以上的高龄的劳工会当申请补助津贴，也就是讲，65岁以上的劳工朋友，若有体力有趣味，想要继续来工作，政府嘛有甲咱保障。超过60岁啊，已经一铺白头毛，不过也是想要找工作上班。休息会智商会有问题。在外面生活不容易啊，基本薪资就可以了。超过45岁的中高龄劳工，甚至是65岁以上的高龄劳工，未来有机会有更较有春秋性的就业空间。行政院通过中高龄者以及高龄者就业的促进法草案，同意雇主会使甲65岁以上的高龄劳工签订定期契约，打破现行劳基法的规范。另外，目前针对45到65岁劳工提供的职务再设计补助或者津贴，未来嘛放宽到65岁以上的高龄劳工会使申请。若是目前雇用45到65岁中高龄失业者咧，雇主会使得到每个月13000块的补助。未来嘛适用伫65岁以上的高龄劳工。根据国发会数据，目前45岁到64岁中高龄的工作人数，大约是占总工作年龄人口的4成以上。伫新法上路以后，除了替中高龄的就业者创造更较有春秋性的就业空间，嘛希望会当适时补充